哦，这个叫红文蛋，安文蛋呢，安文蛋，红文蛋，红文蛋。哦，培育幼苗，用种子培育长大的那个树啊，比较健康，比较强壮。嫁接的啊，说不一定很强壮啊。文旦还有分大小、大种、大品种、大颗品种，还有小颗品种啊。小颗品种的都比较好吃。哦，用个保特瓶，底部一点点水，种子放在上面，尽量种子要洗过，比较干净，比较不会发霉。要放保特瓶里面，保特瓶里会滴一点点水，有水、阳光、空气，它就会发芽。怕被虫吃坏掉，幼苗就放在保特瓶里面。长大再加43号肥料，水果肥料43号肥料，可以做培育幼苗试试看哦。够大了才移植。